嗱，如果而家你係低頻嘅，水晶令到你變好；如果你而家係高頻嘅，水晶會令到你更好更好。買六合彩想中嘅話，梗係要有靈感啦。如果你都想訓練你嘅第六靈感，梗係一定要參加我 Peter Sir 第六靈感訓練班啊！嗱，人數有限，99蚊嘅咋。嗱，點解咧水晶會逢凶化吉咧？嗱，如果屬我 Peter Sir 咧，都可能會有睇過我嘅片啦。喺28年前咧 ，Peter Sir 咧，哇，差唔多咧要執笠啦公司。咁咧好彩咧，一粒水晶咧救翻我嘅事喎。好啦，從此之後我就去研究鑽研。好啦，嗱咁啊。點解會逢凶化吉啊？咩叫逢凶化吉咧？就係話本身咧由衰變好，由險變惡，即係原本咧就話哇衰到貼地啦，跟住咧就變成好運咯，由危險變成安全，係嘛啊？種種嘅呢個一個要素咧係會幫到你啦。例如啦，譬如哇而家我係好黑仔咁啊好多樣嘢都唔順利，咁我當然係帶啲辟邪嘅嘢啦。嗱，例如呢個師傅開我嘅歷泥啦。或者黑曜石啊、天鐵咧，嗱呢啲會幫到我哋辟咗啲唔好嘢。咁啊，如果好啦，我哋想要願望，好啦Peter Sir 人生第一條呢個水晶咧就係綠幽靈啦。嗱，佢可幫你嘅事業咧可以招來好運喎，或者係招財嘅啦，黃髮晶啊、呢啲鈦晶啊都 OK 嘅。咁好啦，嗱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個磁場啊，因為點解？佢水晶咧日積月累，嗰個磁場係會令到咧我哋嗰個運氣會改變。你話用第啲得唔得咧？嗱，其實我想同大家講咧，大家唔使話咁神化水晶嘅，而係只不過咧，水晶佢個係我哋叫生命嘅放大器。好啦，再加上你嘅信念，你係信嘅，好啦，你兩者同佢用啦，再加上咧嗱，Peter成日講去連結，好啦，你會睇到啲奇蹟嚟到你身邊，到時咧唔到你唔信啊！所以咧嗱，Peter 自己咧就好感恩認識到水晶啦。3番4次都救咗我，所以如果大家萬一遇到一啲困難咧，不妨咧用水晶同佢交通下，好啦，咁咧你嘅願望咧佢又會翻嚟你身邊。